大家好，我叫点点，在拉拉杂杂公司做工读生。全新的一年，趣味多味，新的一年象征着新的开始。为了不在早八迟到，为了美美的吃一顿早餐，为了走得优雅走进教室，那个听不再熬夜看动画看 YouTube， 不再坚持赶每一次活动，不再片刻不离手机。早睡早起，维持规律的作息，在晨光与咖啡的香气中温故知新。整个城市就是我的咖啡馆。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，每天跑步至少5公里，有氧运动30分钟，加强核心肌群训练。今年听说要减皮4公斤，体脂肪10%的目标。少一杯饮料，少一份宵夜，少逛一点网拍少。我要点饮料，有没有加一？加一加一，大奶微微。多一点储蓄，多一点投资，多一份生活的从容。隔天年开始，要做一个能够执行长远目标的人。门没锁。点点，你准备好吗？来去，跨年晚会要开始了。哦。尽管变化常常跟不上计划，尽管过程总是跌跌撞撞，今年还是来到了尾声。我们都会犯错，会悔恨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，也不会停止希望。我今年挺做爱。